请咱看下底哦，姓谢哦，这无写好歹势。这条是米有德牧师写，伊伫咱台湾拢总38年久，伊32岁是来到咱台湾，伫咱遮传道做38年久。伊读册嘛是真贤，总是伊虽然摕到文学的学位，学校因为伊的成绩真好，所以要家留做助教。总是伊的志愿，伊就是要献身，要献长老会海外宣道，所以伊拒绝了当助教，而来到了我们台湾。再去深造了3年以后，来咱台湾，好伊写真多那个曲子，伊嘛用白话字，咱即马足侪人拢无法度看白话字，伊用白话字介绍信息内底这作曲作词者的背景。好，那咱再来看另外一首，请咱再来看582首。582，请听，咱先来念歌。咱来看，慈悲有把握看着吼，慈悲听重大人君，愿力照顾我灵魂，大雁拿山砍落来，大风冲狂拿吼。都市以外拢无路，这心愿力轻照顾。带我平安到天城，而乐上帝抓住我。你敢知这条歌词？伊的来源是啥？就是这个歌词是卫斯理，卫斯理伊一生做了6000几首的歌词，总是伊这条的歌词，伊的背景就是伊甲因的兄哥去传道，他含伊迄个伫爱尔兰布道会的时候，拄着歹人，拄着强盗，所以因就走去一个农村嘛，走去一个富人家里躲藏。那些强盗来找人的时候，那个妇人会让他有机会逃跑，所以他就逃跑到了森林里面去。当这个歹人在去找时，经过因的身躯边，总是无看到伊，所以因逃过这届的大苦难。为着安尼，才来写这首的歌词。所以，请咱来唱一届的时，咱咧唱，请你拿是伊的背景，以安那来感谢，来学乐上帝。好啦，我们唱。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第一开始，请手机啊关机来礼拜神来敬拜。
劳苦悲重担的人，拢来我遮，我要互你安息。着陪我的担对我来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你的信心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下用，我的担是轻。请咱做伙来用献诗来学罗上帝。献诗第305首，献诗第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咱起立来用全首。请咱由阮徛伫，同时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病倒人来受苦。殿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甲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请坐。咱同先来考验，考验文第58篇，考验文第58篇，也就是罗马书第8章，记载伫圣诗的后壁面。我来考，请兄弟来用，咱用教导的方式来考验。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若为咱，啥人会当抵得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的罪，众人牺牲，减袂将万物嘛白白赐予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那安尼，啥人会当甲伊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故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告我。咱坐伫上帝正边底替咱祈求。
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鸟恶，是散赤，是危险，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你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要伫要杀的羊，拢毋是伫遮的一切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赢到有剩。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领者，也是权力者，也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也是地下心灵，也是其他的被造物，这声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国慈悲的上帝，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全心全意来敬拜阿罗你。感谢你无穷无尽的怜爱，差主耶稣基督来赎回世间人，同互阮得到荣耀。阮伫你的面前，要承认告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搁常常得罪你，要记你的疼，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主啊，求你，主啊，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赦免阮的罪过，假使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的过失。至圣甲疼叹的爸啊，求你互你的恩惠，立伫阮的内心，互阮对安尼记着你的光来行真正的路。主啊，只是咱恳求主，甲无私伫地，互无私的感动中来搁较伫捌主你，搁再一解来更新阮的性命，来投放咱的性命。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圣经，请咱同齐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到11节。我来读。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互伊看过损失。毋但安尼，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的，因为我看明白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为着伊，我放下一切，看万物做本数，是要得到耶基督，完全甲伊结连。无到迄款靠家己靠律法来得到的伊。我现在有来伊是通过信靠基督，心归归信来得到上帝所赐予的伊。我所爱的是礼拜基督，搁体验伊国外的大能力，甲伊做伙受苦，体验伊的死。毋茫家己嘛着当对视国外。愿上帝祝福咱所读伊的话，刻伫咱的心内。这时，咱请社青团契要来学罗上帝，因为因的诗歌是诗句格。后壁副歌的部分，可以请大家一起来唱。你所
请大家来同齐来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最最都是亲切，唯靠耶稣宝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是亲切，唯靠耶稣宝血。十字架，耶稣的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把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耶稣的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把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欢迎找水的歌声，真做芳芳的节，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袂论为咱进道的是本堂的林耀新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安逸甲苦难，将时间交予牧师。爱讲安逸甲苦难，毋是安逸。咱真感谢陈安吼，伊足努力来调整伊的音，但是毕竟吼，台语毋是伊安尼咧使用的语言吼，咱遮个新任的遮个执事，拢真用心伫咧每一届的迄个礼拜不管是伫咧拜五暗嘛好，是讲时间都还袂好势，拜六。因就拢安尼用真侪时间来甲牧师练习台语吼，所以咱嘛是用着真鼓励的即个心情来安尼甲因鼓励，互因会通安尼以后伫咧服事顶面会通更较好势。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你圣的主里，你搁一届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圣神，请你来，请你来伫阮的中间，成做阮的老师，来教导阮，互阮会通真明捌你，互你的话语阮会通成做阮生命内面、阮生活的准则。主耶稣，成做阮的模范，伫圣神的引带下面，阮会通时常有对主你来讲照引带，真知影主你的心意，也行伫主你的话语的中间，愿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顶礼拜安尼，咱讲到即个愚妄甲着智慧其中咱有讲到即个迄个上帝竞选了即个安尼世间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巧的人见笑，也互用着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来互强的人见笑。最后咱有讲到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就是每一个人拢是叫做你是我的老师，来彼此来相对待。咱也
将咱家己当作亲像一个学生共款，用谦卑来对待别人。安尼圣神就要安尼伫咱的中间，成做咱的老师，互咱会通伫咱的生活中会通来实践出来。圣神成做咱的老师，来开启咱的目睭，互咱会通对别人以及伫咱的环境的中间，互咱会通晓悟，会通学习。咱甲人之间的这问题就要来得到解决。搁咱彼此之间的迄个关系，也要搁较稳固，搁较坚固。当人拢看别人成做咱家己的老师的时阵，咱愿意来安尼放下咱家己咱讲弃权，互主来掌权。咱彼此伫迄中间来学习，圣神就要踮伫咱的中间，伫遐来做工，来互咱带来咱迄个彼此之间的迄个安尼和睦甲合一。所以安尼煞接过来咱要来讲另外一个甲咱安尼游玩真要紧、真相关的一个观念就是苦难观。伫咧即个咱伫咧即个要来分享即个中间的时阵咱要来先想的一件代志，就是到底是安逸好，是苦难好？我想无人爱安逸，无人爱苦难，牧师嘛无爱苦难，但是咧，苦难常常却是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时常安尼，互咱所看做是啥物货？是一个不祥的，是无歹结调的，迄款的造物。所以也时常互人看做讲是安尼啦，天咧甲咱天罚。所以华人有侪的这的迄个安尼民俗是甲着即个赶离开即个苦难，是讲叫做去霉运，去掉即个安尼讲安尼即个无好的代志有关。其中有安尼袂少人，伊会讲是伊用尽办法伫迄个中间安尼伫咧伊安尼讲无路通走的情形的下面，伊落尾手，伊来到伫教会来相信耶稣，期待困难会通来得到解决，伊的态度安尼，会通安尼，过会通解决伊的态度等等，才会来过安尼讲会通度过迄个苦难。有一寡基督徒伫咧面对即个苦难的时阵伊就安尼会通讲抱着讲避而远之安尼迄款的态度，甚至对上帝产生安尼迄款的怀疑，直到因就失去对上帝迄款安尼的信心。咱伫咧对待迄个苦难的迄款的观念，会直接影响着咱伫咧即个苦难中，咱面对苦难的时阵，咱的迄款的反应，甲着咱的迄个所有一切的决定以及感觉，以及咱包括面对苦难的时阵，咱应该爱有的态度。所以咱甚至咱伫咧面对苦难的时阵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嘛会比较咱伫咧面对即个苦难的时阵，到底咱要怎样来去行？但是伫咧圣经内面安怎讲？伊讲苦难是每一个人必经的道路。主耶稣讲安那，讲恁毋知影家己在求什么，我得要啉的杯，恁敢会当恁会当啉袂？因即个学生讲讲阮会，耶稣就甲因讲我的杯啉要啉，不过坐伫我的正边。倒边的毋是我会通互人的，是我的爸为着人准备就要互迄个人。伫即个所在就真清楚，已经互咱看见，迄个苦难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啉的。伫遐讲主耶稣讲我的杯啉嘛要啉，就连耶稣伫咧即个世间，伊也爱面对苦难，毋是咱要挑工去找苦难。乃是伫咧军队耶稣的即个路的顶面，咱必须爱甲耶稣安尼有一个共款，迄款一同一款的迄款的受苦，安尼迄款的心志，互咱会通安尼伫咧，咱必须爱伫咧面对着即个苦难的时阵，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互咱袂倒撇，
是讲伫遐惊吓即个苦难，至到咱应该反转来勇敢来面对，搁来安尼较赢即个苦难。所以到底安尼安定好，是无安定好？咱伫咧圣经内面有侪即款安尼个，咱会通对伫即个罗迄个亚伯拉罕甲着罗德咱伫咧中间咱会通看见，当亚伯拉罕甲罗德因安尼伫咧即个到伫即个迦南因为因后来因安尼上帝祝福互因，所以因后来因的迄个安尼讲财物愈来愈侪，因的财产愈来愈侪因所饲的羊牛等等遮的哪来哪侪，至到讲圣经讲讲迄个地安尼已经无法度容允因拢总安尼踮伫迄个所在，所以因所请的遮个迄个牧者，就伫迄个中间彼此伫遐相争。落尾手亚伯拉罕甲罗德，伊伫遐伊对罗德讲，你若往东，我就往西；你若往北，我就往南。所以罗德伊就选择迄个约旦河的迄个边缘，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安尼，伊选择着迄个讲索多玛、俄摩拉迄个所在。伊讲讲迄个园那亲像耶和华的园，伊那亲像上主的园，亲像埃及的迄个地共款。所以罗德就安尼离开迄个亚伯拉罕，去到伫即个约旦河的规个即个边缘的所在，伫迄个所在，伊伫遐过着一个安定的日子。渐渐因落尾手，佫一直牵线，去到伫索多玛、俄摩拉的迄个所在。当因去到伫迄个所在的时阵，圣经内面安尼讲着，伊讲讲索多玛人非常邪恶，大得罪上帝。所以即个伫咧上帝安尼看做罪恶极端的即个面的中间，上落尾就是伊的即个，咱讲因厝的人，伊的两个查某囝嘛有嫁翁，但是这个翁落尾手当上帝迄个审判的天使临到的时阵，这个翁犹原要继续踮伫咧索多玛城。所以落尾手是即个家庭，安尼会通讲家破人亡。伊的安尼即个家庭，做迄落遮个亲人安尼对落了，伊的某甚至因为安尼来灭亡。安定至到罗德来安尼对落灭亡，这毋但是发生伫咧即个罗德的即个身上，也发生伫咧大卫的身上。大卫到底伫什么款的情形之下对落？伊就是甲着即个拔示巴伫遐淫乱的即个中间，伊是伫咧安定的时阵，日子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安尼圣经内面讲着讲，迄个时阵，安尼因伫遐伫遐大卫留伫咧宫中，迄个宫中，因为列王拢是迄个时阵拄好是春天，伫遐烧战。结果大卫派着元帅出去，结果伊家己伫咧王宫内面，伫遐创啥？困甲下昏啊！用想象讲安尼安逸甲迄款程度，安定甲迄种程度，伊毋免去挂心遮的，困甲下昏困较日头得要落山，佮得要落山，伊去你甲王宫的面顶，伫遐安尼伫遐散步，伫遐看见着有。查某囡仔伫遐咧洗身躯，伊伫咧中间因为安尼毋免出去作战，伊有机会踮伫迄个厝边顶，伫遐看见着妇人人伫遐洗身躯，伫咧安定中间，大卫毋若安尼犯落即个安尼毋若犯罪对落，佮落尾手造成的是啥？是伊的即个所生的囡仔。来像安尼来死亡，来丧命。圣经甲咱讲伊讲伫咧即个阿摩司书第6章内面安尼讲，伊讲恁踮伫锡安无寡无虑，住伫撒玛利亚山无烦无恼的人，恁惨啊！
恁想讲家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民所倚靠，是万国有名望的领导者。伫即个所在伊控制着迄个伫迄个所在讲伫锡安的即个伫咧锡安伫遐安逸的有灾害，安居无虞的百姓有祸了。所以咱会通安尼看见着，到底安逸好，是安尼即个咱即个苦难好。伫咧士师的时代，犹原共款也有记载着，伫迄个时阵有一个即个拉伊的即个居民，因过着一个安逸安尼无如的即个生活，因伫遐拢无防备，也无力对抗迄个但支派的迄个攻击。即个但支派的迄个安尼伫遐发出因的攻击的时阵，因伫遐无力对抗，结果因就真容易安尼怎安尼被打败，将城内所有的人来甲伊杀死，佮将迄个城来甲烧掉。所以安逸会将咱来甲咱毁灭，所以咱若佮转来来看，头拄咱咧讲起着即个亚伯拉罕甲着即个罗德。咱来看亚伯拉罕的部分。亚伯拉罕伊伫咧即个迦南地，伊伫遐牧羊的时阵，伊过着一直伫遐牵线的日子。什么款呢？什么会叫做牵线的日子？就是一个无安定的生活。伊过着迄个游牧民族安尼的生活，一直伫遐牵线。伊伫咧一个无安定的日子内面，伊对上帝的信心哪来哪增加，因为伊真清楚知影，伫咧真无安定的时阵，犹原有上帝的手的捏力踮伫咧伊的安尼伊的一生内面，一直伫遐咧引带伊行头前的道路。虽然伊毋知伊头前伊要往倒位去，但是主讲你着离开本城本地老爸家，伊就安尼倚靠上帝，就安尼一步一步，伊的信心就哪来哪增加。上落尾，伊真做信心的老爸。大卫共款，伊伫咧早前时阵，伊是伫咧真无安定的迄个日子内面，伫遐安尼经历上帝的带领。伊伫咧迄个被扫罗安尼伫遐追杀的日子的时阵，伊伫遐逐工伫遐来面着即个安尼扫罗对伊的迄个追杀，伊过着一个无安定的日子。伊确实伫咧迄个中间。安尼一遍搁一遍经历上帝的保守，甲着伊的迄个眷顾，对上帝伊的迄个信心，伊就哪来哪增加。所以伊伫咧迄个无安定的迄个日子内面，伊就安尼伫遐安尼写着伫咧即个诗篇内面，伊就写着啥物货？伊讲我求叫应该称赞的上主，我就得到讨放，脱离对敌死亡的扫甜我。毁灭的大水，互我惊；阴府的扫，安尼捆绑我；死亡的罗网网着我。我伫苦难中求叫上主，对我的上帝求叫。伊伫伊的殿内听我的声，我伫伊的面前恳求，有立伊的形象。所以伊就真清楚知影，伊伫咧迄中间，安尼伫遐经验着主怎样，安尼引带伊、带领伊，安尼。咱用跨越迄个苦难，所以伊的信心哪增加，咱就会通伫迄个中间看见，就是一个画面，迄个苦难就那亲像是迄个化妆的迄个祝福共款，帮助咱会通更较明白咱的上帝的话，也帮助咱明白上帝伊的迄个真实性。因为当咱过着迄个真安逸的生活的时阵。咱看见圣经内面有侪的上帝话语，咱会用到一个怀疑的态度，感觉讲这敢有可能？但是正经有经验着上帝的人，伊就有法度写出安尼迄款安尼的诗篇。圣经内面有侪互遮的主所大用的人，因拢是安尼经过苦难。咱会通看见另外一个咧，就是伫咧咱伫咧创世纪内面约瑟的故事。约瑟伊伫咧真做宰相的时阵，伊的进程，伊经历侪的苦难。伊对原底伊本底是伊的厝内面，伊迄个老爸所疼的迄个上疼的迄个囝儿，
落尾，互伊的兄弟来甲出卖，安尼去到伫即个埃及来伫遐诚做奴隶，诚做迄个波提乏的即个奴隶，伊厝内面的奴隶。搁安怎？搁互伊的祖庙来甲冤枉，就对迄个奴仆诚做一个囚犯。伫咧迄个监牢内面，伊伫遐安尼帮助迄个安尼受到审判的迄个安尼迄个怎讲善长吼，甲着迄个纠正。伊伫咧中间安尼伫遐帮助因，结果咧，即个善长甲纠正煞袂记哩讲约瑟捌甲伊解过梦即个代志。后来约瑟安尼经验着即个一遍搁一遍的苦难，上落尾伊有机会去见着法老。伊一夜之间伊就要对安尼迄个家仇监牢的囚犯，就要变做埃及的宰相。上帝互约瑟的梦也伫咧迄个时阵来得到成就。伫咧上帝应允进前，伊的上帝的应允成就进前，咱会通看见约瑟伊安尼一生会通讲是定定的苦难。我想约瑟伊检查伊心内伊有完嘛有侪侪犹豫。啥那上帝伊讲迄个我的囚困安尼甲着我的兄弟的囚困，我的兄弟的囚困要来拜我所拜的我的囚困。佮我的老爸迄粒太阳，我的老母迄粒月亮，甲着我的所有遮个代表我的兄弟的遮个星，伫遐拜着我即粒星。伊伫遐，但是伊会晓讲，伊头前迄一生充满着的是满满的苦难。上帝，你互我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异象，乃甲我拄着的是完全无共款。但是咱会通看见的是。当伊伫遐安尼，伊专心一直伫遐军队主，伊伫遐，伊清楚，伊安尼坚持上帝的应允，伊伫迄个中间，伊就安尼经验着上帝的带领。咱就会通看见，迄个上帝的带领是安尼绝对无误事的。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伫人来看是无可能的一寡。迄款的代志，也是讲迄款的情况下面，上帝要显出伊的作为甲伊的荣光。另外一个咧，就是保罗甲着即个希腊，即个希腊因共款安尼伫咧迄个苦难的中间，因伫遐安尼为主伫遐安尼宣扬福音。伫咱来看，这应该是一个真荣光的代志。哪会知因去到伫安尼一个外邦伫遐咧宣扬上帝福音，哪会知去用掠去关？因就伫咧迄款安尼伫咧监牢内面，伊伫遐虽然互关咧，骹镣、手铐拢总互铐咧。因伫咧家中，伫咧监牢内面，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唱歌学了上帝。结果因就伫咧监牢的内面，伫遐经验上帝的快乐。因伫咧中间安尼安尼伫咧。迄个暝是上帝互即个监牢安尼地基大震动，因就伫迄个中间安尼，上帝互即个监牢的地基震动，就搁迄个门来得着拍开，所有的囚犯的即个锁链拢总偷开，互即个咧伫遐咧迄落咱讲狱警禁足就是迄落。监狱内面的即个狱卒共款，安尼因一家原底本底想讲，呾所有的囚犯呾拢走了，准备要来自杀。因就伫迄中间，保罗甲着希腊伫遐讲毋好伤害家己，因就伫遐即个监牢的即个狱警，因就伫迄个中间全家来伫遐来信主，全家就因安尼来得着救。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圣经内面才会侪的一再伫遐来，咱来伫遐来表明，就是即个苦难对咱是好的，要互咱会通经历上帝，佮要帮助咱的信心会通佮拿加天，也会通帮助，也会通安尼讲影响上帝荣光。
安尼咱应该怎样来面对苦难？这是咱需要伫今仔日咱好好来实想的。咱伫咧面对着苦难，爱有三个态度，一个就是咱毋惊苦难，过来就是咱需要的是面对苦难，过来咱需要的是安怎太赢苦难，战胜苦难。伫咧咱的世间，咱安尼的确会面对着侪侪苦难。伫咧即个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讲，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主耶稣伊嘛不断伫遐甲咱讲起，讲咱伫世间咱有苦难，但是伫即个所在，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讲咱注意伫咧后壁，伊佫有应允，讲咱着勇敢，因为咱要较赢即个世间。所以无论咱有愿意，是无愿意，毋管咱是惊吓，是咱勇敢面对，咱用想象讲，当咱伫遐惊吓苦难的时阵，咱唯一的就是互苦难甲咱吞食落去。所以咱需要的是啥？咱需要的是爱去面对伊。圣经甲咱讲安怎？讲咱亲像鹰共款。伫以色列书内面，伊讲起。咱咱亲像鹰共款，毋是鸡啊！咱伫咧2礼拜前，咱嘛有讲起着，咱爱亲像迄个老鹰共款，咱爱往天仰望。咱毋是亲像鸡共款，老鹰看到风暴来的时阵，安怎？因毋是米，伊是迎向苦难，迎向那个风暴，伊伫遐体势飞悬，飞甲悬。但圣经内面佫讲咱啥？咱是亲像狮共款，咱毋是鸟鼠。咱伫咧面对苦难的时阵，咱毋免逃走，亲像鸟鼠逃走共款。咱是着应该运用着咱的宽柄去太赢即个苦难。咱的宽柄是啥物款的宽柄？是主伊较早伊讲，我已经较赢苦难。咱是对主领受迄款安尼的宽柄。苦难既然对咱是有利，安尼讲有益的，是有利益的。安尼伫咧逐种的苦难中间，咱爱将伊当作是一个安怎？爱将苦难当作是通欢喜的代志。所以伫咧雅各书第1章内面安尼讲，着想做是通欢喜的代志。咱伫咧拄着逐款的试炼的时阵，着爱想讲是通欢喜的代志。咱伫咧中，当咱伫咧面对咱伫咧苦难中，咱有法度欢喜，咱就要得到快乐。伫咧尼米内面，伊讲起着，咱对上主得到的欢喜是恁的快乐。因为当咱伫遐面对苦难，咱用着欢喜的心情来去面对的时阵，咱就要得到快乐。所以咱伫咧中间苦难中的迄款的喜乐，是对上帝一种信心的表现，也是要赢过苦难。因为信心，互咱会通赢过这个世界。所以伫约翰一书内面，伊搁一摆来咱来提醒咱，讲咱诚做上帝儿女的，咱就应该较赢这个世间，互咱会通较赢世间，就是咱的神。所以咱会通伫咧这中间，咱会好好来去亲像咱今仔日到底咱怎样来去面对苦难？苦难会通讲对咱来讲是一个补药，伊毋是毒药。咱就爱将这个苦难安尼安怎？那迄个亲像补品共款，甲伊吞落去，甲伊食落去。虽然食的时阵会感觉有苦味，但是伫咧过程的内面，咱要经历着迄款对主来迄款安尼的迄个能力，的迄款的喜乐。甚至咱落尾手，咱会通伫咧迄个苦难中，咱是一款的享受。所以咱就爱将苦难安那亲像当作饼来共款，安尼甲伊食落去。像水共款，安尼来甲吞落去。伫咧以赛亚书内面安怎讲？虽然主用艰难做饭，用困苦做水，互恁，毋过恁的老师袂阁立起来，恁会亲目看见恁的老师。所以咱
当即个苦难临到的时阵，伊是要互咱的性命得到成长，搁要互咱会通看见上帝。当咱会通搁一摆来回想，咱伫遐经历着侪侪遮个苦难的时阵，咱就会发现，上帝借着苦难所带互咱的，是互咱机会，互咱会通得到启示的机会，互咱会通突破咱人生的迄款的机会，互咱拄到成功的机会，过来甚至是互咱会通有一个得胜人生的机会。苦难若是互咱得到利益，也要互别人来得到利益，就较亲像老母伫遐生产共款，会带来虽然讲迄个生产的过程真艰苦、真痛痛，但是所带来是一条新的生命会产生。因为耶稣伊伫咧十字架的苦难，伊所带互咱的迄款的救恩，伊有完伊嘛赐互咱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弟兄兄弟，因为耶稣伊伫咧十字架顶的迄款的安尼讲，迄个鞭伤所以咱会通得到医治。因为耶稣伊伫咧十字架顶的即个刑罚，咱得到平安。同款咱所受的迄款的苦难，上帝也要安尼带互，要互咱会通带互别人，安尼侪对安尼咱所经历到的，因也要得到安慰，甲得到鼓励。这是伫咧哥林多人前书后书第1章内面所讲起的。所以上帝时常借着咱所经历的即个苦难，要互咱会通来伫遐安慰，互咱有甲咱相共款的拄着相共款苦难的人，互因有缘会通得到安慰，也得到安尼迄个鼓励。所以咱会通伫咧即个中间会通看见，就是对保罗这位安尼经历侪苦难的一个人的即个心情，咱也会通对苦难会通来做一个安尼结论。伫咧即个中间，安尼苦难捌互伊安尼感觉真艰苦，真难受。直到伊伫咧经文内面安尼讲，伊伫咧哥林多后书内面，伊伫遐讲去讲讲伊捌3摆来向主求。当将迄个苦难、迄个苦杯、迄支刺来甲伊刷开，但是上帝并无将苦难甲伊刷开，伊却是对保罗安尼讲：我的恩典有够额，有通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阵，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因为安尼，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通互基督的气力点伫我的身上。所以苦难有缘继续存在，但是保罗伊伫迄个中间，伊看待苦难的迄个观念，伊做一个改变。伊发现上帝会互伊有够额的恩典，佮伊的软弱也会互伊安尼经历上帝的迄个大气力。因为迄个观念的迄个改变，伊的感觉也来改变。伊无搁再因为即个苦难来伫遐感觉痛苦。反正伊看苦难是一个通欢喜的代志，所以伊经历着上帝的性质所以伊伫个中间讲讲我甚至安尼，因为我什么时阵软弱，就迄时我就得到坚强。咱时常伫遐来求上帝，伫遐来改变咱的苦难，但是咧，上帝却借着苦难要来改变咱。伫咧苦难中，保罗伊伫遐怎样经历着基督？伊伫遐安尼搁较明白基督。直到保罗伊伫遐，伊有法度伫遐讲，伊伫遐讲，我得以认识基督为最宝贵的事。伊伫咧中间安尼伫遐讲起着，讲腓立比腓立比书第3章第8节伫遐讲讲我安尼。真正看一切最损失，因为我看着明白我的主基督耶稣最上宝贝，为着伊我放下一切，看万事最笨拙，是要得着基督。所以伫这个所在，咱会通看见保罗伊安怎讲？伊讲不但如此，伊讲毋若安尼，显示伊后壁伊所要讲的这件代志，是一个更较进一步的迄个。伊对家己的迄款的迄个放弃，迄个放弃不是放弃他自己，而是
伊伫咧中间，伊将万行事看做损失。伊伫迄中间，伊若讲伫咧进前，以为伊家己掠做有利益的代志，伊看做有当做损失，伊阁是啥将万事安尼看做是损失。哦，即个万事的即个范围，比较上，咱搁来看伫咧第3章的第70遐，伊所讲的迄个范围搁较大。即个万事所包括的是啥物？是包括迄个有害的代志，有害的事，是讲无一定是有害的代志。只要是阻碍保罗去明白基督的，伊拢看做损失。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当基督徒伊行代志，伊并毋是只有干那看圣经迄个经文内面减有记载安尼尔，乃是应该搁较看迄个即件代志的顶面减有来阻碍我来明白基督。这就是保罗伊伫即个所在伊所讲的。咱伫咧面对每一项代志的时阵，毋若是干那看圣经怎样讲，咱搁爱看的是我今仔日我所拄着的即件代志，伊有阻碍我明白基督啊无？伊若是阻碍我明白基督的，就算讲即件代志是一件好的代志，我犹原看伊做是损失。伫咧即个所在，毋是干伊毋是一个律法，是一个道理，将人来甲说服，互人来去尊叹，乃是迄个咱伊个人的迄款的选择。即种的选择是伊家己自愿，然后自动自发，是因为基督的人物。伊增加迄个对基督认识了，伊迄个家己心内所自然发生的迄款安尼迄个性命了，绝对毋是伊家己安尼互上帝家逼讲，伊就应该安尼做，乃是伊家己自愿，伊看一切做损失。所以伫迄中间，伊讲当作有损的，伊讲看一切做损失，就是保罗伊会通无爱即个世界的迄个上主要的迄款的秘诀。伫迄个中间，伊伫遐讲看一切做损失。怎样咱的安尼有当时阵咱安尼无法度来安尼放弃即个世界，原因就是咱抑阁无法度看伊做损失，反倒看咱所看最重要的。是真做一个真可爱，咱也袂将即个世界的真面目来甲伊看清楚。但是保罗伊讲伊讲保罗伊既然将万事来看做是损失，伊就丢弃有损的这个代志，当然伊嘛袂感觉困难，伊当作是损失，所以伊伫咧看见即个世间所有的万项代志的时阵，伊就有法度真自然来甲伊将这样代志来放弃，所以伊会通安尼来弃杀所有阻碍伊认捌基督的这万项代志，去介在伫咧对伫即个世间、即个世界减有迄个对天内迄款安尼属灵的看见，即款安尼看见是安尼甲着基督认捌基督有一个真密切的迄款安尼关联。认捌基督哪侪对即个世界迄个空虚就会哪来哪认捌清楚。所以保罗伫即个所在指出的即个基督徒迄个灵性的长进有一个真要紧的一项的原则，就是毋是受鞭拍，不是被鞭策的乃是受吸引，亲像迄个雅歌书内面讲讲愿你吸引我跟对你。所以伫咧即个所在。安尼，伊毋是受着鞭拍，安尼伫遐才来进前，伊是受着吸引。咱的中进是在伫咧主伊对咱迄款安尼的吸引，佮主安尼对咱的吸引，互咱对主有较侪的认捌，甲对主的迄款安尼听是有关系的。所以做父母的伫咧即个儿女安尼，咱开始伫遐咧学行路的时阵。咱检测，咱会用到一寡即个糖果来安尼来，也是玩具来吸引因来行路。咱捌看见着迄个
婴儿底下咧跑步比赛啊，不是跑步啊，那个迄个爬行比赛。咱会通看见父母定定摕着玩具，是囡仔爱食的物去因囡仔赶紧的爬过来。主耶稣伊对信徒的迄个引带也是共款，伊用着伊家己伊的迄个疼，甲着伊所有一切应允，甲伊的恩典来赏赐互咱去引咱来安尼来跟对伊。所以伫咧这个所在伊讲讲我为着伊来放下，迄落讲弃杀万错，为着伊我放下一切，注意这个内面，伊讲起着，讲提到说已经我为着伊我放下一切，迄就是一个完成式，我已经伊伫遐讲起着上保罗伫咧即个伫咧即个上半节内面头拄所讲起，讲我已经将即个万项事看做有损的，并毋是干那伊喙咧伫遐内底所讲的迄个道理，乃是伊已经安尼诚做是事实共款的一个伊个人的迄个经验，看做本数，安尼是比较迄个咱讲伫咧即个。咱讲看作粪土伫迄个看做粪扫，比较你若甲伊的迄个顶文伫遐来迄个当作有损的，是一个搁较进一步看做粪扫，就是伊会通安尼弃杀所有万项事的一个唯一的困难。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爱有法度安尼来将一切阻碍咱明白基督的遮代志。拢总来甲伊看做粪扫同款。有啥物人会爱安尼别人伫遐来安尼伫遐来讲催促，伫遐来安尼爱伊紧紧将伊迄个所把握的物件安尼所紧握着的伫遐来迄落弃杀，亲像粪土。如果你若知影讲你所把握的物件，那是不过是安尼粪扫。你就会无任何的困难来将这物件赶紧来甲伊等下角，而且是离角远。咱的教会附近有真侪野猫，定定会来到伫教会，伫咧咱的这个亭仔内面，就伫遐来放屎，无拄好会互人打着。所以我大概我若看到这个猫大便的时候，我都爱赶紧的甲扫起来，惊迄人去打着，这就是。这个咱看做那亲像粪扫的，爱赶紧的甲伊清掉。有一寡人以为讲基督徒无缘无故，将一寡这个一寡代志当作是罪，将家己安尼局限伫一个安尼真小的这个生活迄个环境内面，这完全是误会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原则。因安尼弃杀做这个罪恶的这个代志，因无有任何的勉强，也是食力，是因为因认捌耶稣基督，佮认捌这个世间所带来迄个最终之乐的迄个有损，迄个损失有损，甲着这个最终之乐的迄个误会，所以因。有侪基督徒愿意伫咧这个所在来弃杀遮个，上落尾伊伫遐讲迄种为要赢得基督，是要得着基督。即句话迄个意义包括着咱安尼迄个拄啊认捌基督，也是搁较深来安尼迄个赢得基督。伫咧这中间。保罗伫遐安尼，伊伫遐安讲丢弃即个万项事的迄个目的，上主要就是要为着要赢得基督，要得着基督。伊伫迄中间，请咱爱注意的就是，伊伫迄中间保罗毋若是干那安尼弃杀这个万项事，伊并毋是要得着干那并不是要为了只有要得着基督安尼尔，安尼的迄个气势、迄个消极，佮无意义的，
有人气杀即个万行书，是要将即个伊的家产全部来伫遐来安尼捐互庙司，家己伫遐来消化为尼，也是为真。伊有完共款是丢弃万世啊！但是伫咧这中间，唯一的伊所无得到的是啥？因为伊无得到基督，伊无赢得基督，这就真做一个无有价值的丢弃。所以，迄个舍弃是赢得，这是一个咱讲成正比共款，咱伫咧中间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定律。咱应该搁较侪来安尼弃杀咱即个世间或者罪恶，甲着虚荣，来安尼搁较侪来得到基督。保罗将即个万行书甲着基督伫迄中间伫遐来做一个比较，马上伫遐来显出即个万行书，那亲像粪扫共款，来认捌基督的即个道路顶面伫咧即个认捌基督的即个道路顶面是无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可能互咱看见迄个上帝的迄个大能力甲伊的恩典，搁互咱看见咱家己的迄个不足甲咱的软弱，互咱会通伫迄中间伫遐来学习谦卑。上落尾，保罗伊无搁互即个迄个苦难的即个环境伫遐来影响伊，所以伊伫迄个中间，伊找到一个平衡。伊伫遐讲，安尼就是无论伫咧啥物款的环境不管是伫咧安尼安逸的一个环境，是伫咧苦难中间，伊拢安尼倚靠主来得到快乐。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伫咧即个咱所读的即个经文内面，互咱会通成做咱今仔日咱的快乐甲帮助，互咱伫咧面对苦难的时阵，咱无搁再成做一个痛苦，乃是咱要透过着即个苦难，要互咱对主得到迄个更新，得到快乐，甲得到帮助。所以咱有3个问题，互咱会通转去到伫厝，咱会用好来深想。咱对待苦难的观念，会直接影响咱伫咧苦难中的反应、甲决定，以及咱的感觉着咱的态度，并所有咱所采取的策略甲行动，咱应该怎样来看待咱所拄着的苦难？佮咱要安怎有一个正确的看待咱所拄着即个苦难？第二项，到底是苦难好，是安逸好？咱目前的状况是出伫苦难是伫咧安逸的中间？咱有对伫苦难中间来得到利益无？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伫苦难中咱犹原抑阁喜乐？咱有甚款的经历？保罗佮怎样伫咧即个苦难中经历基督、认捌基督？安尼，咱伫咧苦难中，咱有经历咱的生命的迄个突破，甲认捌上帝无？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透过着咱今仔日所领受的，佮一摆，互咱会通帮助咱怎样伫咧未来会通来怎样好好来面对咱的苦难，佮伫咧苦难中来安尼得到对主来的快乐甲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主你互阮会通佮一摆伫咧看见即个苦难中，阮要怎样对主你的应允来得到对主你来的快乐。但愿你的神不断来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伫咧当阮面对苦难的时阵，阮无安尼袂记得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应主你呼求，对主你来领受，对主你来的快乐甲帮助。愿你丰盛恩典甲你的恩惠不断来引带领阮所有，当阮抑阁伫咧苦难中的阮所有众兄弟，伫咧苦难中，阮犹原靠着主来较赢较有春。愿你听阮恳求的声，祈祷拢上个做出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同心来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582首，献诗第582首，慈悲疼疼大灵君，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慈悲
这是咱重新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第一摆来教会唔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唔免奉献，请尤佩瑜执事甲简秀梅执事来实现。上帝，伫每一个礼拜，阮伫你的圣殿中，透过牧师的讲道，互阮搁较来认捌主，将你的话深深刻条伫阮的心内，搁去实践出来，做上帝所欢喜的事。当我要将你所事的献出淡薄，做教会事工的路用，求你感纳。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咱用现代台语汉语本来读，咱两解吼，请。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甲伊看做损失。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再一解吼。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予伊看做损失。腓立比书第3章7节。这是来野生报告，毋知影有新朋友伫咱的中间无？好，那来看周报的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社福事工关怀主日。那请为我们总会社福机构结合教会的福音推广及社福并行的双福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第二点，6月25号小会的决议是这样吼，那总共有6点。第一点是接纳诚心会个案补助案；第二点，接纳有关本教会拟申请协会的后续案；还有第3点，接纳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事工奉献案；第4点，接纳神学生林正中退保案；第5点，接纳神学生林正中实习结束鼓励案；
第6点，接纳竹中以马内利教会建堂募款案。第3点，6月26号长执会决议事项有3点。第1点是接纳6月份的收支月报表。第2点是接纳教会的树木修剪清理案。第3点接纳教会的冷气清洗保养案。再来是肢体消息的部分。第1点，7月18号礼拜一与台北中山教会七星宗会召开第71届第3次宗会会议。那由我们的本堂牧师林耀兴牧师跟长老冯林慧及长老庄芳美代表我们的教会来参加。第2点，9月9号到10号在嘉义名都观光度假饭店有举办那个遇见走进幸福的适婚青年联谊活动，那欢迎26到40岁的青年能够参加，那细节请看公布栏。第3点，9月23号到24号在台南鸿运文创中心总会妇女事工庆祝那个100周年，举办了妇女事工100周年的庆典，那鼓励我们的姐妹们参加。那详情请下那妇女团契会长赖碧爱。那代祷事项，请参照我们教会的那个每一周的代祷函，然后为我们的里面内容来线上祷告。再来就是上周聚会的及出那奉献的报告，请大家自行过目。那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向我们的财务同工反映。以上报告。牧师要补充的吗？好，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各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台湾的疫情随时间愈来愈好，不过犹原侪人踮伫病痛内面，尤其是囡仔，这真正是真侪人足唔甘的。悲哀上帝，求你施恩来保护阮，亲自来看顾医治，求上帝保守阮，面对疫情袂惊吓，通用信心甲上好的准备来行过疫情的灾害。主啊，阮同齐为世界甲阮的国家来祈祷。主啊，你是慈悲疼人的上帝，也是和平的灵君。你甲是阮爱彼此相疼，总是阮是有罪的，内心愈来愈贪心、骄傲，看家己比上帝你较搁较大，为着自私来攻击别人、侵害别人。主啊，求你的国降临，求你驱去阮人类的贪心甲主权，互世间重新礼拜主。得到你的平安甲喜乐，主啊，感谢你。主啊，阮共款为着教会70周年的教会献堂的意向来献上祈祷，求主互阮有合意的心，知影上帝你希望咱人教会诚做一间安怎的教会，来起造一间下伫上帝旨意里的圣殿，让社区让有需要的人。甲毋捌主你的人，会看到你的眼光来认捌主。主啊，阮为着教会身躯强硬的兄弟，以及内心无平安的人，求主来医治、保守及看顾，也求主保守教会兄弟姊妹有主的平安甲喜乐。阮能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祝福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此说，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是
咱当心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界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必会。